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2月27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列王记上卷19章第1节到第8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到1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完全的救恩。咱讲基督徒，或者是讲咱每一个人，应该是讲世间人拢需要救恩。无论咱的身份地位是怎样，是丧凶还是富有，或者是有真大的权柄，还是危机。每一个人拢需要救恩。以前牧师伫美国牧会的时阵，拄到济的台湾侨民，伊拢认为讲，我的工作真好啊，我的退休生活无忧无虑啊，我身份地位嘛无输基督徒啊。种种的原因，所以因就讲，我无需要恁咧讲的福音。嘛无需要恁咧传的救恩。那不一个嘛捌拄到袂少捌讲过安尼话的人，伫因的破病真严重的时阵，就要求教会的人甚至牧师去为着因来祈祷。真侪时阵，因为家己还未拄到真正的困难的时阵，家己就感觉讲无需要。无要紧，但是事实上，咱拢咧找找一个救恩，只不过是方向无共款，可能宗教也无共。咱时常咧讲，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，因为当人走投无路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才有可能才愿意去找找上帝的救恩。不但是一般的人是会安尼，服侍上帝的仆人更较会安尼来追求。无论什么时阵，拢咧追求上帝的恩赐甲救恩。伫列王记上卷19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记载着先知以利亚，伊咧面对亚哈王以及耶洗别王后的时阵，伊所拄着的情景。圣经讲，亚哈王将以利亚所做的每一件事，甲伊怎样处事所有巴力先知的事，拢甲伊的某耶洗别讲。耶洗别就找人去见以利亚，讲。明仔载这个时阵，如果我无照你对付我遐先知的办法对付你，愿神明来害我。以利亚就惊吓，就起身来逃走，带着伊的仆人逃到伫犹大的别是巴去。以利亚将仆人留伫遐。家己行一天的路，来到伫旷野，伊就坐伫一丛杜香树的荫黄骹来求死。伊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挡袂牢啊，将我的性命取去吧，我还是死好啊。伊倒伫个树骹困去啊，忽然有一个天使来拍伊。对伊讲：醒吧，食一寡物件。伊目睭就剔开看四围，看见边仔有一块用炭火烘好的饼，甲一罐水。伊食也啉，又搁倒落去。上主的天使第二摆倒转来，搁拍伊。起来，食物件，无路途遥远，你会挡袂牢。
伊利亚就搁起来食，搁啉。食米有够赢伊的气力，伊就行42日，到伫上帝的山何烈山。咱看见伊利亚伫面对政治迫害的时阵，伊除了用政治手段以外，其实伊利亚佫会当安怎呢？伊当然是追求上帝的帮赞，追求上帝的救恩。那安尼，咱要思考的是，咱需要怎样的救恩？咱知影，伫早期的台湾人伫破病的时阵，总是会找即个江湖的术士，那无就是找寺庙求卜卦、摕香符、啉符仔水。其实现代民间宗教的人也拢会去看即个纳历来决定命运，甚至到底要出门无，就拢爱用即种方法来去做。但是基督徒时常讲，看日子，哎哟，逐工拢是好日，年年是好年。或者是有基督徒会讲，见红就是好日子啊。红就是放假日，为什么基督徒有安尼会把红呢？因为基督徒非常明白救恩是对耶稣基督来，咱会通伫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下面得到平安，得到祝福，嘛得到救恩。希伯来书甲咱讲，迄位创造甲医治万有的上帝，互耶稣经历苦难，成做完全，为了要互济济的人囝做伙来享受伊的荣耀。上帝安尼做是适当的，因为耶稣原来是带领因进入伫拯救的先锋。伊洗去人的罪，伊甲遐会得到清洁的人共款一个老爸，所以耶稣无认伊做一家人来做见证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赏赐一个完全的拯救，为着要互所有的人，因为伊的救恩会通甲伊做伙得到荣耀，因为伊降世成做肉身。为着人来牺牲性命，互人因为伊的拯救来得到属灵的性命。因为耶稣嘛讲，伊讲上帝啊，我要用我的兄弟姊妹传你的名，我要伫全会正面将下面头前来学了你。伊也讲，我要信靠上帝，佮讲看。我甲上帝所赐予我的儿女拢伫遮，亲像耶稣基督也捌讲，今仔爸所赏赐予我的人，拢会到我遮来。到我遮的人，我决断袂拒绝伊，因为我对天落来，毋是要凭我家己的意思来行，乃是要实行找我来迄位的旨意。这我来迄位的旨意，就是伊所赏赐予我的人，我连一个也袂拍角啦。乃是要伫末日，互因搁活。因为爸的旨意是要互所有看见囝来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伫末日，我也要互因搁活。这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6章37节到40节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希伯来书也甲咱讲，上帝袂弃杀咱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，伊真做大祭司，为着咱所献祭赏赐的救恩，为着是要帮助咱脱离咱的困境，所以伊必须伫各方面甲伊的兄弟姊妹相同。伫上帝面头前做因人自可靠的大祭司，通互人的罪得到赦免，
因为伊亲自经历，互人受试探、受折磨的痛苦。伊现在会通帮助遐个被试探的人。咱真有可能还搁咧囚徒，因为咱看袂到。咱就好那亲像伫比勒共款，去互迄个风影遮早咱的眼目。但是咱必须爱有安尼确信，亲像伊利亚伊所拄着的困境，伊就拢靠着上帝来得到救恩。何况是咱呢？咱有上帝的应允，有基督的同在，有完全的救恩赏赐互咱。咱还搁伫遐囚徒，毋敢进前吗？诗篇32篇，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即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心无奸诈，上主无算伊有罪。即款的人真有福气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就规日嗨嗨惨，连骨头拢打起。你的手暝日重重刑罚我，我的精力亲像酷热天的日头，晒甲焦焦去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无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，你就赦免我所犯的罪。安尼虔诚的人，拢着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对你祈祷。大水泛滥嘛，一定会淹没着伊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围我。上主讲，我要教示你，只是你应该行的路。我要注目看你，眷顾你，毋通亲像马如无知识，得爱用马加筋、马力色约束才会顺服。歹人会受真济的痛苦，毋如我过上主的人，有慈爱四面为伊。义人啊，着因为上帝来欢喜快乐；心正直的人啊，着大声欢呼。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降世，成做世间人的救赎。透过伊这位完全的大祭司，赏赐完全的救恩，互阮无需要担忧，毋免惊，只要信，就会通得救。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